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曉儀。重大消息，由今日即係3月17號開始，香港警方會展開一場全港性執法行動，重點打擊兩種好常見但好危險嘅行為，就係亂過馬路同埋唔專注駕駛。呢個行動關係到每一個道路使用者嘅安全，無論你係行人、司機或者係騎單車嘅朋友，都一定要留心聽，因為一個唔小心分分鐘會唔見2000蚊，甚至要坐監添。Paper Hill 點解要專門展開呢個執法行動？根據警方公布嘅數據，2025年香港致命交通意外死亡人數有96人，其中行人死亡人數就有52人，比起2024年上升咗24%。佢哋覺得呢個數字真係好令人擔心。今次行動覆蓋全港各區，警方會動用多個交通部門警力，於人流、車流密集嘅地點，比如鬧市嘅十字路口、巴士站、地鐵站出口，同埋經常發生交通意外嘅黑點，設置執法崗位，全天候巡邏監察。一方面會重點睇住行人嘅過馬路行為，比如衝紅燈、唔走斑馬線；另一方面會嚴查司機嘅不專注駕駛，比如開車時玩手機、講電話、分心睇其他嘢，甚至係駕駛時做其他會影響注意力嘅行為。有網友今日已經分享，葵芳已經有多人因為衝紅燈、綠燈閃動時過馬路被罰款，可見警方今次執法真係好嚴格，大家千祈唔好以身試法。究竟咩情況先算違法？無論你係行人定司機，都要記清楚呢幾點，唔好無意中犯咗法都唔知。首先講行人方面，根據香港道路交通管制規例，有幾種行為絕對唔可以做。第一，有交通燈控制嘅過路處，唔遵守交通燈指示，比如衝紅燈或者綠色人像閃動嗰陣先開始橫過馬路，呢個都算違法。第二，斑馬線控制區內，唔行斑馬線橫過馬路。第三，距離交通燈過路處、行人天橋或者隧道15米範圍內，唔用呢啲設施，反而隨便橫過馬路。第四，攀爬路邊圍欄或者中央分隔帶，衝上車行道。第五，唔服從穿制服嘅警員、交通督導員或者學校過路糾察嘅指示。再講司機方面，唔專注駕駛嘅範圍好廣，大家千祈唔好以為睇一眼手機冇所謂。根據運輸署嘅定義，任何會令司機注意力偏離路面嘅行為，都屬於不專注駕駛。比如開車時手持手提電話講電話、發訊息或者操作其他電子設備；開車時同乘客過度傾偈，分心唔睇路面，甚至係開車時整理儀容、撥弄收音機，只要影響到駕駛注意力，都有可能被警方處罰。另外，如果駕駛有故障嘅車輛，比如車失靈、輪胎嚴重磨損，而呢個故障明顯會影響行車安全，都可能被視為危險駕駛，屬於違法行為。講到呢度，大家肯定好關心，一旦違法，會有咩罰則？如果行人違法過馬路，比如衝紅燈、唔走斑馬線等，根據《道路交通管制規例》，無合理辯解嘅話，可處罰款2000港元。呢個罰款金額唔少，大家千祈唔好因小失大。然後係司機不專注駕駛，罰則就更加嚴厲。如果係一般嘅不專注駕駛，比如開車玩手機，首次違例可能被罰款，仲會被扣分。如果情節嚴重，比如因為不專注駕駛引發交通意外，甚至造成人員受傷、死亡，就會被檢控，最高可能被判罰款，仲要入獄，駕駛執照亦都可能被吊銷。另外，危險駕駛嘅罰則更加嚴格，自2010年12月起，新增危險駕駛導致他人身體嚴重受傷嘅罪名，罰則進一步提高，目的就係要嚇阻呢啲危險行為。今次行動中，警方反覆強調，行人要做到避三害，善用行人四寶。講避三害係3種一定要避免嘅過馬路行為。第一害係衝紅燈，呢個最常見亦都最危險。好多意外都係因為行人心急衝紅燈引起。第二害係攝車罅，
即係在兩架車中間穿插橫過馬路，或者在車輛之間嘅縫隙穿過，呢樣好容易被司機忽視，尤其係大型車輛，視線盲點多，好容易發生碰撞。第三害係忽視汽車盲點，好多司機，特別係駕駛巴士、貨車呢類大型車輛嘅司機，車身周圍有好多盲點，行人如果走入呢啲盲點範圍，司機根本睇唔到，好容易發生意外。至於行人四寶，就係警方建議大家橫過馬路時優先使用嘅4種安全設施，分別係：第一，有燈號嘅行人過路處，呢度有交通燈指引，司機同行人都有明確嘅行動準則，最安全。第二，斑馬線，根據規例，行人向斑馬線上有優先權，司機必須讓行。第三，行人天橋。第四，行人隧道。呢4種設施都係為咗保障行人安全而設，大家過馬路嗰時，千祈唔好貪方便、慳時間，跳過呢啲設施亂穿馬路，否則不單止可能被罰款，仲可能危及自己嘅生命安全。警方強調，今次展開呢個執法行動，並唔係為咗罰錢，而係為咗提醒大家重視道路安全。我個人覺得交通安全係真係緊要嘅。而2000蚊都可能係好多人幾日嘅人工，所以大家真係要記得，打醒12分精神。好啦，今日嘅講解就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我嘅影片。以上都係重要嘅信息，大家真係要多多將佢分享出去俾更多人知。希望大家唔好無辜被罰錢，出行平安。如果鍾意我嘅影片，覺得有用嘅話，記得按讚、分享、訂閱。留言支持，我哋下次見，再見。